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要来看原本底是个名伫12使徒中间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伊却被除名的悲剧人物，就是加略人犹大。咱咧看圣经人物中间，咱会看到一寡信用真好、品行真好，值得咱人学习的人。当然，咱也会看到一寡软弱的人。这人值得咱警醒。咱今日所要看的犹大，加略人犹大，就是其中之一。今日当时也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咱会点到第一支蜡烛，代表愿望。其实大港节就是迎接主耶稣降生，咱准备好咱的心灵的一个时刻。所以牧师要透过这加略人犹大，甲大家做伙来思考咱生命的问题。因为大港的节期也是一个欢庆悔罪、清起心肝，欢迎主耶稣降临伫咱心肝的一个节期。所以咱要来看加略人犹大，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了圣经，就是你的话语。伫圣经的话中间，阮会当得到快乐，因为你的话充满了能力，会当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主啊，阮恳求你这个时刻，切恳圣神叫醒阮的心灵，互阮会当自信来听你的话，也享受信心甲快乐。我会当伫生活中间实践你的话，来荣光你的性命。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看加略人犹大吼，犹大这个名原本的是一个非常伫犹太人中间非常通俗的一个菜市仔名。咱伫新约圣经中间，至少都有4个提起着叫做犹大的人。其中2个就是耶稣的门徒。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内底有12使徒的名。中间其中咱注意到，其中最后2个，就是拢叫做犹大，一个是雅各的囝犹大，伊个号名叫做达太，甲最后这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其实咱顶回有讲过。咱咧讲多马的时阵，多马的意思是双生囝，双生仔囝。其实有人讲多马原本底有人叫做犹大啊，所以犹大是一个真通俗的名。伫新约圣经中间第3个犹大，就是咱若看《使徒行传》第15章，是第一遍耶路撒冷会议了后，耶路撒冷教会有派几个使者去甲安提阿教会。其中有一位，伊被称作巴撒巴的犹大。另外，咱若看耶稣的兄弟的名中间，嘛有一个叫做犹大。有真侪圣经学者讲，耶稣的兄弟即个犹大，真有可能就是咱圣经新约圣经中间启示录头前有一本册叫做《犹大书》的作者。所以安尼咱就理解着讲，其实。当时代，伫耶稣迄个时代，犹大是一个非常通俗的名。但是咱知后来伫历史上，就无人叫做犹大啊。犹大就对人类历史上的名中间消失，无人叫做犹大，因为无人生囝来号做犹大啦。为什么？因为问题就是出伫即个加略人犹大。这加略人犹大。伊是加略的人，加略这个城市可能是伫巴勒斯坦上界南边的一个庄社，伊是靠近这以东地的所在。咱来知影就是讲，主耶稣甲主耶稣的门徒，因大多数拢是加利利人，就是较北边的人。只有犹大是加略人，较南边的人，所以伊是门徒中间真特别的一个人。
其实犹太这个名真好，是一个通俗真好的名。伊原本的意思叫做俄勒，也是讲受俄勒的，也是讲敬拜。这个字有真好的意思。但是今仔日这个好名，却因为加入人犹太来拍拉三去，变做一个世代拢咧热骂的代名词。伫英文的语句中间，犹太甚至成做一个名词，就是叫做背叛，叛徒。所以犹太变做对原本的是使徒，变做叛徒。还有一句英文常常用的话，叫做犹太的金喙，犹大之吻，意思是表示讲，一个人表面真热情，对别人真好，但是内心不怀好意，就是咱先语咧讲的这个笑里藏刀。这拢是因为加入人犹太做了互这个名见效的代志，伊出卖了耶稣，对使徒变做叛徒。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日要来看这人的生命。犹太的生命有真侪值得咱敬戒的所在。牧师要用2个礼拜的时间，甲大家来看伊生命中间的问题。其实伊的问题有哪咧反映咱的问题？因为伊的问题就是一个罪人的问题，就是你甲我的问题。所以咱一定要详细来领受。首先，咱先来看犹太的受调。咱看到这个牧师的小标题讲命运的犹太，就讲领受恩典的犹太。可能有人认为讲牧师你可能拍唔对啊，你的投影片拍唔对。犹太怎样是一个命运的人？怎样是一个得到恩典的人？但是咱若详细来想牧师问大家：如果你若是活踮伫耶稣的时代，佮亲目睭看见耶稣所行的，佮亲耳孔听见耶稣所讲的，安尼敢是一个足大的恩典？是嘛？如果你来当亲身军队伫耶稣身躯边，看耶稣对伊学习，看耶稣安怎生活，安尼有真大的恩典，当然是真大的恩典。如果你若真幸运，可去伫耶稣伫众人的中间竞选你成做使徒，安尼敢是一个足大的恩典？当然是一个足大的恩典。所以犹太原本咧是应该是一个足大恩典的人，但是为什么尾仔伊变做一个生命上界悲惨、上界凄惨结局的人？咱来看伊的受调。一般人拢会有一个疑问：耶稣为什么竞选犹太这款的人？耶稣为什么会呼召犹太？为什么竞选伊成做使徒？圣经无讲什么原因，也无记载犹太被呼召的过程。但是咱来理解耶稣咧竞选这个使徒，是经过真心中的祈祷。咱来看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伊安尼记载讲，迄个时阵，耶稣出去上山祈祷，而且是规暝祈祷上帝，通宵祈祷上帝。然后到天光的时阵，伊叫伊的门徒来，对因的中间竞选12个人，然后就这个使徒的名单就列出来，有西门彼得，有安德烈，等等等等。最后一个是，阁有一个卖主的加流人犹太。虽然理解就是讲，耶稣是经过规暝的祈祷，通宵的祈祷，所以有人咧讲生就讲，安尼牧师安尼通宵的祈祷效果无好，可能祈祷了拄久去所以12个人中间拣唔到一个人，当然毋是安尼啦。耶稣是经过真心中甲上帝交陪了，才伫上帝旨意下面竞选12个使徒，其中包含这个犹太。有一寡人可能会认为讲，耶稣可能一开始毋知犹太的做人，
无去调查清楚，才会去竞选一个出卖伊的人。但是代志毋是咱所想象的安尼。咱若看约翰福音书第6章，伊安尼讲，耶稣对起头开始就知影，啥物人无信伊，啥物人要卖伊。所以耶稣一开始就知影，这个人将来出卖我。但是耶稣竞选伊做使徒，所以为什么犹太会被呼调？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咱来明白耶稣呼召人做门徒，是出自耶稣基督恩典的选调，是出自伊的竞选甲伊的恩典。伊毋是看这人好，这人歹。咱知影12使徒中间，咱已经分享遐尼济使徒因的个性，因的个性中间其实无一个是完全的嘛。伊嘛拢捌失败过，甚至咱讲上较出名的使徒西门彼得，伊捌失败过，伊捌3遍无认主，伊捌跋倒，但总是伊了后有回转转来。所以耶稣咧竞选使徒，其实无计较因的缺点，拢互因机会会当成做忠实跟对耶稣的人。亲像耶稣咧竞选你甲我相款，使徒甲咱相共，拢是平凡的人，拢是有罪的人。虽上无一个人是无缺点，无一个人无罪，但是耶稣对这罪人中间竞选人来参与伊的工作。而且咱若看福音书，马太福音书，逐咱讲，这被竞选出来的使徒，耶稣互因权柄，互因会当医病赶鬼。这互因权柄会当医病赶鬼，是指12个人，毋是指11个人哦。毋是讲这加略人犹太排队伫外口，无呢。耶稣嘛，互伊即款的权柄。而且若马可福音书记载讲，门徒就出去传道，互人悔改。佮赶出真侪鬼，用油抹真侪人、真侪病人，医治好因。这中间嘛包含犹太呢，所以犹太被竞选是要做使徒，要传福音，要帮助人，伊嘛安尼照安尼去做。所以咱相信历史中间嘛有人因为犹太的缘故来相信福音，但是伊最后有受到遮尔大的恩典。伊无去珍惜，虽然受恩，但是无活伫恩典中间。咱看见着，耶稣毋是无互伊机会，但是伊的心却被魔鬼所占领。耶稣呼召伊的时阵，其实耶稣的心是真诚的，但是犹太选择背叛的路，互咱感觉真可惜。也会当成做咱的境界。对犹太的心肠，咱会当来思考。伊原本会当甲亲像其他的门徒同款，虽然失败，虽然跋倒，虽然四散，但是到落尾，因为耶稣基督的疼，佮背起十字架，成做神圣的使徒，得到永远的福分。但是伊无啊，伊的结局是遐尼啊凄惨。所以犹太的性命，互咱两个真重要的提醒。第一，就是爱珍惜宝贵的恩典。恩典是上帝白白要互咱的，咱爱求上帝，互咱有信心因为连咱的信心嘛是上帝互咱的，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珍惜这款的恩典。犹太的受调，互咱真大的反省。但每一个人拢是甲伊相共，是受恩的人。犹太有听过耶稣基督的教训，明白伊所带来的福音，但是伊无珍惜伊。咱每一个人嘛，拢有机会听到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明白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咱拢是受伊恩典的人。所以咱应该爱求圣神帮助咱，互咱会当珍惜这款宝贵的恩典，永远活踮伫主的恩典中间。这爱求上帝帮助咱。第二项，犹太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毋通轻视罪的力量，
因为伫犹太的身躯顶，咱看见着罪的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伫耶稣传道的生涯中间，伊呼召12使徒，组成一个传福音的团队。伫迄个时阵，犹太甲真侪门徒相款，拢甲耶稣基督每一工拢斗阵做伙，无论公开还是私底下，伊拢甲耶稣基督有真侪亲密的沟通，而且伊阁是真受重用。伊被耶稣竞选出来管理因即个团体的钱财。咱来想看觅，一个人被来选做担任即个财务总管，应该是真值得大家信任的人。伊本应该是一个真受恩、真忠实伫耶稣即个团体中间的核心分子，但是伊的心却因为罪影响，被罪所捆绑。咱不管犹太卖主的动机是安怎，伊受到罪的捆绑，所以伊无法度控制陷入迄个罪恶的深坑。所以罪的力量是偌尔可怕，会当互一个上界亲密的学生变成做出卖主的对敌，会当用一个上界尊敬、上界亲密的金喙变成做一个背叛的记号。犹太之所以得到稳定，但是无伫迄个稳定中间无分，就是因为伊的本性。伊本性中间有真侪互伊沉沦的因素，所以接续牧师要分2个礼拜，甲大家来看伊本性中间的4个问题，就是贪婪，就是野心，就是伪善，就是背叛。其实这4项问题，贪婪、野心、伪善、背叛，也是咱生命中间的本性的问题。咱要透过伊的失败来警醒家己。咱今日要先看第一项，就是伊本性中间的迄款的贪婪。贪婪。圣经咧形容犹大的时阵讲，因为伊是贼，伊管钱，常常偷摕公款。我对照讲过，伊是门徒中间受重用的人。圣经中间讲，耶稣竞选伊来管钱，伊是耶稣布道团的会计去管出来，所以伊甲钱会当有真侪接触的机会，但是伊骹手无清气，常常利用伊的职权，顺手牵羊，偷摕公款。咱今日所读的第2段经文。伊到尾要卖耶稣的时阵，伊去找祭司长，伊来讲：我若出卖耶稣，互恁，我会当得到啥物？叫祭司长摕30两银互伊。伊用这30两银将耶稣基督出卖。所以，这2段经文，咱说明讲，犹太本性中间是充满了贪婪。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也知影，伫金钱顶面咱也特别细腻啊。世间人有的人一生只追求钱财，到老尾被钱财所捆绑。原本的钱财伫圣经中间是中性的，无罪恶，但是贪婪互钱财变成做一个可怕的对敌。保罗提醒提摩太安尼讲，伊讲遐个想要发财的人，就陷伫迷惑、落伫罗网，甲真侪无知有害的私欲内底，互人沉伫败坏甲灭亡中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婪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真侪忧愁将家己刺透。所以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伊讲。贪财是万恶的根源咯，伊毋是讲钱财是万恶的根源咯，伊是讲贪财，就是你贪婪搁加上钱财的时阵，贪婪是内心极大的问题，也是坠落的原因啦。牧师今日要将这焦点放伫这个“根”这个字根啊树根的根这个字，咱来知影根
根就是树仔的一个根源，根的意思就是根源的意思。咱若根中间充满了贪婪，贪婪的人就是用自我做中心，伊会过头去听家己，会过头去听钱财，会过头听即个世界。圣经同咱讲既然好树就结好果子，独独歹树结歹果子。好树袂当结歹果子，歹树袂当结好果子。这是咧咱讲自然界中间的真理，就是你种了啥物花，就得到啥物花。华语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子种落的时阵，生根了后，就有缘未来会产生的结果。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人若衰种卜仔生菜瓜，其实无即个代志啦。种卜仔就生卜仔，种菜瓜就生菜瓜。这是自然界的真理啊！贪财的根，就结出万恶的果。咱来说哩，咱看见着即个根那是贪婪的话，过头爱家己，过头爱钱财，过头爱世界。伊将来伊就生着一丛树啊，树啊就结果子，结啥物果子？结白菜的果子。有的人为着要贪钱财，所以会当讲白惨嘛。咱看即马诈骗集团遐尼济，都是贪婪引起的嘛。伊佫利用人的贪婪。第二项，伊可能会结啥物果子？结自私的果子。一个人若听家己，赢过听上帝，赢过听别人，这人就是一个自我中心、自私的人。伊会结啥物果子？伊会结放纵的果子。这人贪着钱财了，伊就放纵家己的私欲嘛。会结啥物果子？会结骄傲的果子。当一个人挖靠钱财了，伊就袂晓去挖靠上帝。会结啥物果子？到落尾就结邪恶的果子。就是邪恶的心伫伊的心中生炭，这拢是因为贪婪的根所产生的果子。你若种了贪婪，你就生出这款的果子。而且咱来理解，这根有第二项特质，就是根是充满了力量。我才有2张图，这2张图这是台南一个风景点叫做安平的树屋我相信真侪人拢去遐参观过。伊即个所在原本底是即个，伊边仔有一个德记洋行的一个仓库，战后了改做台盐的仓库，后来就无咧用啊，所以因为迄个所在就无咧做盐嘛，所以就无来使用，就囥趴园囥50栋，50栋拢无人去来整理可能有迄鸟啊，还是啥物动物，捡迄个青仔的种子去迄个厝顶，还是讲囥伫迄个架去迄个墙仔顶，结果50栋了就变做安尼。今日你若去看遐真特别树根就将规个墙、规间厝包掉的。这今日若要处理就安怎？规间厝爱拆掉啊！所以根你若无及时去处理，伊迄力量真大，伊规间厝来包掉的。你若要修理的时阵，你若这根要挽掉的时阵，规间厝就崩去啊！所以根爱趁伊安怎？人讲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伊迄根还未大长的时阵，就爱来伊除掉，无。伊就产生真大的力量，将你规个人拢拔掉的。贪婪的根伫咱的心中，咱这第2张图，这就是你看迄根的力量。迄阿蒙图也是讲迄个点仔架是非常高，有气力的，叫这树根会当
来撑过，会当浮起来，路规条拢歹去。这是军的力量。所以听后到树仔大丛结果子的时阵，你较要去拄你的军，你规丛就害了了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军需要第一也未生团进前，就爱转换。军就是源头，就是信念，就是咱的价值观。咱来恳求上帝去改变咱的军源，改变咱的信念，帮助咱建立迄个好的价值观。亲像咱拄则看的第一个图是安尼对无？因为贪婪，因为疼家己、疼钱财、疼世界，就生出欺骗、自私、放纵、骄傲、邪恶，这果子。啊，今仔日咱就爱对这个军源开始处理，就是咱爱用上帝互咱的疼改变咱，互咱会通开始疼别人赢过疼家己。疼上帝赢过疼这个世界，互咱的心对自私开始变作爱分享。安尼，这个军源改变了，咱的果子嘛改变，邪恶就变作良善，白贼就变作诚实，自私就变作慷慨，放纵就变作准则，骄傲就变作谦卑。安尼。规丛就因为军源的改变，规丛树仔就结出水阁好的果子。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看犹大的性命，因为贪婪的军来束缚伊，而且伫伊的心中，伊互伊生炭，伊佫拒绝耶稣基督的疼所带来精神。结果就结出生命歹的果子，这值得咱警戒。所以这个时刻，咱领受了上帝的话了，这个时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来这个时阵，咱来想看卖，咱心中敢有啥物款无好的代志，来捆绑咱的生命？牧师相信，透过圣神的帮助，伫咱心中动工，会当互你心中的这物质忧愁，也是无好的意念、无好的想法，拢会当对你的心中排除。求圣神来帮助咱，求上帝将这伊无欢喜的代志来刷开，而且互咱有水阁好的君源。咱的生命会当结出真水的果子，所以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开，牧师特别要为着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将咱心中无好的意念拢排除，佮替换新的正确的价值观，互咱的生命会当结出水的果子。咱同心来祈祷，希望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试察我，来警醒我，来调整我。求主这个时刻进入阮中间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对阮家己的信念会当有警醒。求主用好的君源来代替歹的君源，将阮心中你所无欢喜的代志刷出阮的心中，将阮心中的恶杂、物质、超凡以及贪念，拢伫阮的生命中间除去，佮找见圣神进入阮的心，用真的疼伫阮的生命中间动工，互阮无搁再疼家己过头，无搁再过头疼世界，过头爱钱财，反倒是疼别人赢过疼家己，
疼上帝赢过疼世界，诚做一个意爱分享的人。我的生命因为君王的改变，就结出水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圣名。我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